紋身成幅黑晒都仲可以改圖。今日同大家分享5幅我嘅實黑改圖作品。好多朋友其實都好後悔，甚至乎唔敢再着短袖衫。想知改圖可以幾瘋狂？一齊嚟睇下。第一幅係手臂 armband， 改圖嘅主題係客人狗狗同埋玫瑰花。有好多客人因為呢幅改圖而認識到我，曾經仲有人質疑係 P 出嚟嘅添啊！所以睇改圖最重要嘅係睇完全康復之後嘅效果啊！第二幅實黑手臂變做鹿，講到之前嘅2年，客人一直都要着住中袖嘅衫嚟到去遮住佢添啊！第三幅係原先已經係改圖嘅箭嘴，改圖嘅主題係水蜜蜂嘅竹林。當然女仔唔可以咁大幅啦。第4幅係實黑嘅全小腿，客人希望加入幾何嘅圖案，增加翻層次感。第5幅係前臂實黑嘅樹，客人唔中意佢完全冇層次感，想要有水墨深淺遠近嘅感覺。好多時並唔係客人自己追求想要紋到咁黑，而係誤以為改圖就冇得揀，只可以一大笪顏色咁樣紋上去。經歷改圖失敗嘅你，其實仲有希望㗎。你都有一幅令你好煩惱嘅紋身，想要改圖，WhatsApp我研究下點樣幫到你啊！